大家好啊！我哋係 OOS。如果大家仲未訂閱我哋，希望你哋可以撳個訂閱掣，俾我哋多啲支持啊！又到我哋嘅墨爾本西區有食神系列啦。因為以前喺香港，我哋最中意就係去唔同嘅酒店食 buffet，而最近發現原來墨爾本西區仲有酒店有 buffet食，所以今次我哋就決定去試下味道啦。今次介紹嘅呢間酒店係位於墨爾本西區 Sunshine 區，叫做 Braybrook Hotel。入場前，我哋都特登問職員可唔可以拍片，職員都好好人，話可以。餐廳空間都幾大，樓底好高，感覺開揚，仲設有一個兒童遊樂區，好適合帶小朋友嚟。小朋友坐唔定，食2啖就可以去玩下，家長都輕鬆啲。我哋當日12點正入場，人流唔多，所以第一時間就去影下有咩食。個波浪形食物台都幾長，甜品係中間圓台仔。啲食物係跟住牌上面嘅指示方向行，而我哋就反方向影返過去俾大家睇。buffet提供嘅食物有蝦片、炒飯，跟住就係炒雜菜、炒麵、炸魷魚、意式 gnocchi、千層麵、燒紅椒，仲有唔同醬汁可以配喺羊髀嗰度。焗薯仔薄片、燒牛肉、焗火腿、檸檬魚、燒豬、燒豬皮、披薩有沙樂味披薩同埋火腿菠蘿披薩。冷盤方面有水牛芝士配番茄，3款點醬，2款冷盤菜同埋凍蝦。另外仲有香草包可以配熱湯，之後仲有5款沙律。蒸甘筍、蒸雜菜、焗薯仔、雜菜忌廉湯、BBQ 雞翼、咖喱牛腩配白飯、牛肉批、麥樂雞、炸熱狗腸、炸薯條同埋炸魷魚圈。甜品方面就有蛋白霜、芒果布甸、朱古力慕斯、Panna Cotta、紅絲絨蛋糕、朱古力燉羊梨、蘋果 Danish。雪糕就係最基本嘅3款：Vanilla、朱古力同埋士多啤梨。生果只係得西瓜1款。另外仲有紅棗布丁配3款醬汁，同埋藍莓芝士蛋糕。咁味道係點呢？即刻同大家開箱啦！首先講個牛肉批，入面係免治鹹牛肉，牛肉味濃，味道唔錯。蝦片都係一般，比起之前 Water Garden 食嗰個差少少。麥樂雞普通，比麥當勞仲差啲。魷魚圈幾好味，夠厚身又彈牙，不過就鹹咗少少。檸檬魚夠滑，味道都唔錯。炸熱狗腸味道麻麻地，炸魷魚都係偏鹹，但係超厚身啊。其實係好味嘅，不過如果要揀，我會中意魷魚圈多啲。炒飯偏乾身，又冇咩味，麻麻地。炒麵已經凍咗啦，只係得啲鹹味，好似豉油炒麵咁，唔好食。炸雞表面有少少燶，味道唔錯，但係肉質偏實。炒雞味道有啲似豉汁雞柳，算係可以接受。意式 gnocchi 味道幾好，但係口感偏實。蒸青豆同埋青瓜完全冇味，純粹為咗補充纖維先食。燒紅椒都係冇乜調味，只係有少少焦香。披薩偏硬，味道普通。另一款披薩都係普普通通，感覺芝士味唔多。咖喱牛肉飯幾乎冇咖喱味，牛肉似煲咗好耐嘅牛肉湯渣，味道麻麻。燒牛肉口感同咖喱牛肉差唔多，味道都係一般。千層麵好腍，但味道普通。雜菜忌廉湯反而係其中一款比較好味嘅。
個湯有少少結身。個廚師仲強烈推薦我哋要配埋個麵包一齊食。個麵包外觀同埋口感都係似蒜蓉包，但係實際上係冇咩蒜蓉味嘅。凍蝦偏鹹，呢款都係 Water Gardens Hotel 做得好啲。到甜品時間啦，我揀咗朱古力慕斯、朱古力蛋糕、Panna Cotta 同埋藍莓芝士蛋糕，再加三色雪糕。三色雪糕味道普通，冇咩特別。Panna Cotta 魚膠粉落得多得滯，口感唔夠幼滑，冇咩奶香，麻麻地。朱古力蛋糕有啲似 Oreo 味，但係口感偏乾，配埋雲呢拿雪糕會好味啲。朱古力慕斯過分軟身，而且偏甜，味道唔係好得。橙味啫喱細妹就話係全餐最好味嘅甜品，但係實在太軟啦，有啲難叉起，味道好似細個食嗰啲蘿蔔神啫喱咁。紅絲絨蛋糕好實，只係覺得好甜，食唔出咩其他味。藍莓芝士蛋糕面頭有啲果醬，好甜，不過淨食下面嘅芝士蛋糕都係一樣偏甜。最後用西瓜作結，西瓜夠甜，算係唔錯。講咗咁耐，究竟呢餐係幾多錢呢？呢個就係佢嘅價錢牌，俾大家參考下。我哋嗰日係星期六下晝去嘅，價錢係37蚊一位。因為 download 咗佢嘅 app 做會員，第一次幫襯可以有10蚊嘅折扣。我哋3個去，每人大概平咗3個3。如果2個人去，每人就可以平5蚊，如此類推。所以我哋嗰日每人食咗34蚊左右。佢哋仲有生日優惠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佢哋嘅網站去登記。總結係呢間餐廳價錢算平，但係食物選擇少，質素屬於中下。最推介嘅係炸魷魚同埋雜菜湯配麵包，其餘大部分都係普通至偏差。如果你有小朋友，周末又唔知去邊，對食物冇乜要求，只係想揾個地方俾小朋友喺室內放電，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呢間餐廳。今條片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條片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